儿童是城市未来的主人，市府文化局为了提供大北门地区的儿童有更加优质的活动环境甲资源，特别将老旧的小龙儿童图书馆整修改造，将内部的壁岩、漏水等问题完全改善。现在也将要伫1月9号重新启用，市长委托也事先到馆内了解整修的状况，同时甲来参观的小朋友互动。市长强调，这个儿童图书馆将会串联大北门地区其他的建设。同时，甲未来的阳春地带文化馆做结合，成为大北门地区的新亮点之一。未来，咱阳春地带是咱的非常有这个文化气息而且有这个文学素养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儿童图书馆，还有我们家里图书馆，还有这个儿童美术馆，还有蛟龙文化园区，将来咱的这个文化部甲争取的这个盐分地带文化馆。安尼结合在一起，我感觉讲，这就是咱大北门地区的亮点之一。所以我想希望就有这个机会，甲咱今仔一起来启用那儿童图书馆。将来这只是开始，将来更多的这个艺文、更多的亲子、更多的文化的东西，拢会当伫咱的大北门地区来生根来发展。这届除了外观邀请日本的艺术家铃木悠哉打造用色丰富的造型。册籍方面，除了原本就有的儿童绘本甲 DVD， 也特别增加了上百本的立体书，成为全新的特色。我们总共目前儿童的藏书大概有3万多册，包括影带的部分也大概有将近500片左右。那另外就是这一次市长也特别提到说，那我们的儿童图书馆是不是也有一些特色？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新购了大概有将近127册的中西的所谓的立体书，我想各位在报道处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些立体的这些图书其实每一本都是艺术品，那每一本也都是非常棒的一本童书。那另外就是在我们这一次配合这一次的开幕，也新购了大概有将近2000册的绘本书那这些绘本书都是经过这些学者专家特别精挑细选的这些绘本书所以非常适合家长带着孩子共同来阅读。文化局表示，接下来也积极串联周边的小农文化园区甲民间的资源，办理多元文化的演习、讲座、册展等推广阅读的活动，让亲子学习成长。但新闻国不易采访报道。